多樂士津彩鏡皮藝術漆，自然輕奢，微絨無觸感。今次我哋會用蒼嶺綠呢個顏色做示範，配合唔同工具同手法，可以創造多種視覺效果。開始前，請確保牆壁清潔乾淨。首先滾塗一層底漆，待乾1至2小時。先示範珠中刷手法，直接用珠中刷將鏡皮藝術漆以不規則十字交叉方式上漆一片，塑造紋理。第二層以相同手法再上漆一次，加強紋理效果，即可完成。第二款係短毛油碌手法，用短毛油碌將鏡皮藝術漆均勻滾塗一次。第二層以相同手法再滾塗一次，即可完成。第三款係不鏽鋼灰瓷手法，用不鏽鋼灰瓷將鏡皮藝術漆薄刮一次。第二層用不鏽鋼灰瓷以8字形繞紋方式堆疊，即可完成。3種唔同施工手法，塑造唔同紋理同效果。熱門流行精選色，適合各種家居風格。自然輕奢，霧面微絨無觸感，簡約內斂嘅格調品味。多樂士津彩鏡皮藝術漆 Deluxe Ambience。